歡迎大家收睇陸人偷嘅陸人占案。今日我哋睇一個占學業嘅卦。有位朋友申請讀碩士嗰陣時5月尾，暫時淨係收到1個 offer， 有啲心急，可能依間學校唔係佢首選啦，於是揾我占卜占問升學問題。好，起卦，我仔細睇呢個卦，身上自成太常，太常主印壽，係文星，之上亥成朱雀，朱雀主文書學業，亥宮對應雙魚座，自亥係一對嘅，自亥都有雙嘅意思，所以我斷係會有2個 offer。之後的確有第2個 offer， 其餘嘅申請都被 reject 咗。依家再睇返呢個卦，不發富話六陰相繼盡昏迷。其實呢位朋友揀去邊間讀書，可能都係迷迷糊糊求其揀嘅。各位，完整嘅斷語同埋記錄可以睇上下嘅文字。下集再見。